能站出来，奥汉德扎的右脚大门，这球打进了。这个球也是打得非常的有力度啊。奥汉德扎也因此打开了自己在这赛季中超联赛的进球账户，同时呢，这边呢已经拉开，这边再传到中路，奥汉德扎。这球晃开了，左脚打，球打进了，这样的话扩大了比分，55分钟，河南建业2比0领先于江苏苏宁1个了。奥汉德扎个人的能力帮助球队呢再添1分。对，刚才两边确实纵向都抻开了空间，这边河南建业又打回来之后，两名外援前锋在前面又发挥了冲击力的作用，一个是在右边把球拿住，然后左边呢形成突破，最后还是在江苏那个右侧的防区形成了一个攻势，能够取得进球，能够迅速的来帮助球队。看这次在左侧的肋部，横向拿球，右脚射门，这球进了。比赛刚打了5分钟的时间，河南建业队在客场凭借着在前场进攻当中奥汉德扎的右脚射门，直奔球门的右上角而去。又是奥汉德扎在前场轻松的几次摆脱之后，就直接兜射啊！这是他连续的第5轮联赛能够参与球队的进球。这球呢，河北华夏幸福的后卫啊几乎没有去上前封堵。横向拿球以后摆脱了赵宇豪，但是随后呢，在他的面前，对方的防守队员在里边，确实是在这个禁区的里面啊。对，这样的话，在上半场，本来河北华夏幸福已经起势的情况下啊，又被判罚了一个点球。助跑，右脚射门，球进了。奥汉德扎在这场比赛当中梅开2度。巴雄判断对了方向，但是下地的时候呢，球速是相当的快。连续2场比赛，河北华夏幸福这边都遭遇了手球，遭遇了。任意球开起来，第一落点被顶住。其实吹紧一点是对的，毕竟这样的场地情况，很多动作可能收不住。而这边机会，奥汉德扎打门，球进了！啊，在人和扳平比分之后，仅仅3分钟的时间，河南建业依靠着定位球的配合，的这个配合吧，有没有越位啊？这一下肯定是没问题的，对吧？主要就是前面那一下的这个调回来，隋东路的这个头球摆渡。就隋东路之前有没有处在越位的位置？隋东路有没有越位？需要再确认一下。但奥汉德扎这脚打门本身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啊，打得也很坚决。Ganz knapp. Und die Gäste nur auf das Umschaltspiel konzentrierend mit ihren 3 Legionären. Das ist einer von ihnen. 1:0. Ohanza, Frank Ohanza, der Kameruner. Karanga leitet ein. Ivo war zwar noch mitgelaufen, muss aber nicht mehr eingreifen. So sah das Angriffsspiel von Höhnan aus. Und er macht's im Alleingang. 9. Saisontreffer für den Topscorer und die glückliche Führung für。伊沃下半场也不再只在左侧活动，这边而这边有机会，奥汉德扎进球反噬救主了。张元，这个真的是跟门将自己的失误啊。对，冲击效果终于有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就是让张元基本上是国威出来，他是不知道，对吧？所以说等于是在这个球和这个人之间又加了一个人，对，所以说影响了国威的这个出击啊。就这个也是没办法，配合方面可能没有这么的默契。伊沃再传，这球传得很贼，再打门，这球进了。奥汉德扎，女朋友包括妻儿都是来到了现场看。这个手抛球前面这会儿看奥汉德扎的跑位，哎呦，这个球传的太贼了。